天地以后，无物不在一中；未有天地以前，一气即为一体。故先后天之名，守者于意；天地鬼神之情，尽备于意。性命道德之言，皆详于意。生死变化之术，均述于意。以言天地，则尽其神；以言人物，则盖其道；以言往，则诉诸无始，而立其极；以言来，则推至无尽，而明其化；以修，则道立而得成；以行，则事理而务顺；以其公言，则成王道之治，而无所为；以其体言，则服先佛之真，而大有德；以用于寻常，而不悖于情性；以致其远大，而能抵于中和。是谓道德之宗，命数之本，天人之所由依，事物之所由凭。政治以成，制作以者。君子小人各尽其德，圣愚贤否各事所成。虽取舍万殊，而抵于一道；虽变化静态，而归于至中。盖本诸天道之常，仿于大道之则，宜于人物之情性，便于幽冥之感通。故在天地间，生成者莫能外；从事物间，行止者莫能为。允宜为万古之师，万类所以为教化，则包诸宗；以为文章，则造至极。苟非至圣，孰能谓之？故夫子备言其经，诸儒赞其要，合五经以正其中始，立众善以真其出尘。不可视为古书，同诸旧史，不可成为文艺。彼之诗词，精益求精，必实行而后得。博而反约，必贯通而有成。是以讲演不厌其详，言求有虚尽，真文而宝藏于心。等诸全权之言子，集思而实行于世。无复循循之名山，数亿道或见众名。后生不迷古训，则是运亦将成大治。万国尽化于斯文矣。是为序，序立，复甚序立。译者，古圣人作也，传于庖溪，少数于神农轩辕，继承于尧舜及夏后氏。周文因而变化之，以成经传之经。盖庖溪时，因河图洛书之见也，气神之营运，而终极有力。道者，一体以用而不穷；天者，依道以行而不息。是以有本则不失其序，有道则不尽于用。以不二为德，则生生不已；以至终为体，则循环无端。
皆顺乎自然，是于至道。无为而无不为，无私而无不忠，无虑而无不得。故名道之为道，则天地人物，莫外道以生成。名天之为天，则生长盈虚，莫非气所运用。名生之谓生，则吉凶受夭，不出数之进退。名数之谓数，则行脏出处，宜因时之推移。时者属乎天，位者立于地。天地者，人物生存伤杀之载。时位者，是物消长代谢之机。由天地以后延，则人物自天地出；由天地以前延，则天地自道成。所谓形上谓道，形下谓气。道气之间，一以贯之，是谓之义。故作义以明一切。凡先天后天人物，莫不归于义。义者义也，忠也，吉也。无始而有始，无形而有形，无名而有名。义者，自有以素无也，自无以推有也。有无均其于义，故义作而有无以明。天地既奠，日月山河，各有其纪。非前勿时，各有其类。世代必善，岁时迁移，各有其序。生长收藏，营处美恶，各有其名。而异于不一，同于不同，各因所适所宜，亦始以终。其所维系之道，往来之途，各因所合所致，以成以败，皆统于义，以归终极，而顺于天道。故义立而万类一定。天地之间人为贵，人之生也，受天地之中气，而有性命。顺造化之推移，而变等名。因生养老死之道，而有人事。因喜怒美恶之感，而有人情。而有以事，权之，利之，导之，以利于成德；而有以教之，诲之，见之，领之，以尽其原始要中之道。是皆备于义，故义立而人道以全。夫圣人之于天道也，通于神明，见于隐微，于人道也，明于性情，备于校正，于物之宜，是之利也。详于本末，昭于变化，而后立意以告于天下，垂于有众。使天下不以所生化之道，不失其修为之德，不获神鬼之灵，不被性命之责，而皆生成安乐，与物同寿，与天地同德，日月同明，鬼神同其吉凶，气运同其变化。而后圣人成物之道尽，
臣己之德弘，而天下无不备其德，悦其道。此则圣人立义教民之功，可并天地复载，其民成修道之行，即同于治平正行之师。故义之利也为教民，而人之名义，为欲圣人之教，以至于自名成者也。天下人类，果皆虑事交以利其成，则义之道成矣。义者，有义之义，言将益天下也；有不义之义，言视其体不义，而后其用不尽也；有简易之义，言推始于太一，而立本不二，以成其无习之德，达其用中之道也。知思三义，而后明义，义其一言乎哉？宗主附注。今先将讲义之法说明，讲时采用一善本为准，五经各本，向多用诸本，为一经。诸本有未善，不及后世来世本，不过来世所言图表过繁，只宜参考，难为读本。今奉夫子命，就来本，截取必要图表，附列经文之前，去其繁而存其精，以便初学。因言义必用图表，前人均有传图，为讲习之用。汉时读者失之，人传于道家，及述者流。如人只重文字训诂，虽有所得，不以复经本，使图表无传，非义之不用图表也。宋时以周绍之所习，得于道家，参于述之书，今成诸审则，加于经本之前，亦于是有图说，而不得其全，不明其用，仍无补于义，来世复增衍之，以广其旨。故教详备，而不明其统系，不知其用之主宾，亦之先后，犹难使习者一目了然。今就所言，加以审正，谓之讲明，以见古人义教之全，而尽义道之用，庶于后世读者有所裨益，致其错误或遗谬之处，随时指正可也。又曰言义本天道，而其义则人事也。言天道则重气数，言人事则重象，以气数言象，是天道；以象言气数，是人事。因气数难知，象易见也。先有气数而后生象，此天道之自然。先明象而后明气数，此人事之次序。要皆本末之道也。如见天灾时变，而知天意，即由象以知气数，是由莫达本者也。而象因气数所生成，非有象而后气数至，是由本即末之道也。故名本不必求末，
而不及本者，必自漠视。今之灾变多矣，天之风雨旱辽不必论，及物之为变亦火矣。驱出道上，鸡生双手，种种怪异，非象之见耶？至于黄乃之灾，又其至明者，皆气数所感化而然。欲明气数，但求之象，即知天变之不已矣。故灾有天灾，亦有物异，而莫非气数为之，亦莫非人心照之。人之变亦尤多矣，怪产其病，且不必数，即风上之坏，情性之乖，或致逆伦背礼，先耻败德，皆自人心之非成之。人心如斯，欲气数之不变，得乎？此故人从天变，而必责于人事也。气数虽自天定，而变为灾福，则人所感召。人只知天灾之难堪，不知人心之难善，是众莫忘本。如浮舟海中，欲其不动，何可得也？义者义也，以人一天，以天一数，皆有必至之事，固然之理。今于义者，唯求益其不善为善，而可益其灾害为福。是则圣人以义为教之本质，端在此乎？